仰望上帝亲自赐恩伫咱当中。通过这个礼拜，咱是会通含主更较亲密相连，咱的活命更较互主上帝来引带，因为伊是信实的主。所以咱为着今仔日这礼拜来伫主面前感谢，互咱的心甲上帝对齐，互咱的灵受圣灵的引带，互咱活伫基督的疼痛甲伊的看顾内面。同齐开声来感谢，来恳求，请。圣哉，圣哉，至圣的主上帝，你的恩典甲阮同在。阮今日来到伫你的面前，领受你所赏赐平安的恩典。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的上帝。我的心啊，爱阿乐耶和华上帝；我的灵啊，爱纪念耶和华为你所行一切的美好。因为耶和华用信实之爱来照顾引带。我的灵啊，爱耶和华歌唱。哦，就用喜乐，要伫苦难中就爱喜乐。何况如今是伫主的面前领受恩典的日子。圣灵啊，我仰望你，我的心渴慕你。祝你保守看顾所有兄弟姊妹一切出入的平安。阮伫你的面前，真侪何等恩典的人，是受你保守，是受你看顾。主啊，你伫阮的活命内底，亲自看顾阮。保守阮，主我为着我受造的荣光，为着我受造服侍的荣光，为着我受造来见证上帝你的荣光。主带我进入伫你的内面，主予你的能力成就伫我的身上，予你的圣洁成就伫我的身上，予你家己心意的欢喜。成就伫我的身上，你对我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互我伫人生的路尾有一个好的结局。主啊，我为安尼来感谢，为了今日阮伫你的殿中，会当和兄弟姊妹同齐做伙来敬拜，这是敬拜上帝，这是一个荣耀的日子，是主你赐福的日子。阮伫其中感谢，阮伫其中欢喜，阮将上赞阿乐荣光归于你。愿你继续赐恩引带阮，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至圣的主上帝，阮感谢你的看顾，亲像你的话所讲，敬畏耶和华的钱的好处拢无欠缺。主你应允，天顶的赤鸟你看顾。阮又搁比赤鸟较贵重。主你应允义人的脚步有上帝你的引带。你虽然跌倒，摇花也要甲伊扶持起来。主你应允，你甲阮的罪担伫大海当中，永远无搁再纪念，也要带阮行永远活的路。主，阮感谢你的疼痛，也恳求圣灵继续伫阮的心中。引带阮，加添阮的快乐，互阮倚靠主，心有力量，按照上帝你活命的道路来奔跑。互主你家己的能力，你应允的信息之外，并你创造阮的目的甲荣光，隆重实现伫你的教会，伫你正义女的身上。愿感谢主你的疼痛。互阮今早起，搁再一届，同齐组织伫你的殿中，主愿感谢，伫世界真侪战乱，甚至因无所在通去做礼拜时，阮也搁会通伫你的殿中瞻仰你的容面。愿感谢上帝，你的保护、看顾甲疼痛，将感谢、荣光、阿乐拢归于你。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下面来请保安兄报告，谢谢。平安。我来做消息的报告。第一，感谢各位兄弟伫顶礼拜日为着公山圣教会建堂的奉献，愿上帝纪念各位的疼心甲侍奉。若阁有有志这个奉献的，
请你招来到所处的这个奉献地。第二，今仔日扫会传道要前往西港圣教会来正道，请兄弟为着牧者的侍奉得力，这个转来甲起来，拢会当平安来来到。第三7月23礼拜三下午2点半至3点半，友和日照中心伫新孝路146号，要来敬邀教会这个兄弟姊妹前往着举办这个伊的福音活动。若有要参与侍奉者，请向师母牧师娘来报名。第四，8月初9礼拜六上10点至这个下晡5点，国家这团伫台南救主堂为着要来参加这个直播的聚会，敬邀兄弟来参加，同心为着国家族团来守望。敢有补充报告？这是要请敬拜乐团。兄弟姊妹平安。咱等下做伙起立，我们来做伙来敬拜。伫阮敬拜头进前呢，阮先向阮隔壁的所有的亲朋好友，甲讲，阮今仔日爱做伙伫主内底来敬礼伊，安尼阮隔壁的人来鼓励，并且甲讲一下。做定心的忧歌，我向你敬拜我人，我在前在地高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在你宝座顶尊贵忧歌。向你敬拜我人，尊贵荣耀权势，拢归乎你直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你看着敬拜甲尊重。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在你宝座顶心的忧歌，我向你敬拜我人，多在现在你到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在你宝座顶尊贵忧歌，我向你敬拜我人，尊贵荣耀权势，拢归乎你直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你看着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你生命直到永远。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就你看着敬拜甲尊崇。万王的王，万主的主，我要高举
咱就用祈祷，用咱的嘴来讹了伊。不管阮要讹了上帝什么属性，阮拢会当用阮的嘴，用这属性来讹了伊。安尼，阮开嘴来祈祷，将一切引诱、一切讹了拢归乎伊。是我们的主，是万王之王，你是那一位施行拯救信实的神。是的，主，我们要再一次来到你面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一切颂赞，配得我们敬拜的神。是的，主，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嘴，单单的来敬拜你，用我们的全心全人，单单的降服在你的面前。这样的一个祭坛，能够成为馨香之气，献在神的面前。求神你就来悦纳我们所献上的敬拜，我们所献上的感谢。是主。在你宝座顶心间有个，我用你敬拜我了，高在现在的高永远，只有你是全能上帝。在你宝座顶尊贵有个，我用你敬拜我了，尊贵荣耀权势，拢归乎你直到永远。万方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堪着敬拜甲尊崇。万方的王，万主的主，阮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万方的王，万主的主，只有你堪着敬拜甲尊崇。万方的王，万主的主，阮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阮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阮要高举你生命的到永远。将一切荣耀归乎阮的天的爸，因为一切荣耀拢是伊配得的。哈利路亚。我听见你听赞美声，因为我可你，我在常行的路，因为我心有梦你。我听见你听赞美声，因为我可你。我在常行的路，因为我心有梦你。是
咱搁一摆，为了家己来到上帝的面前来祈祷，求上帝互阮的心、互阮的灵，会当专注伫伊的身躯顶，互阮今仔日的聚会，牧师的信息会当拍动阮的心，对咱的心来讲话，嘛求信心伫遮甲阮同在，开启阮的迄个智慧，开阮的口、阮的耳啊、阮的心，互咱会当领受为上帝来的安尼祝福、提醒，搁有伊的话语。这是咱就为家己来祈祷，为家己来祝福，互阮会当注视伫上帝的面前，阮来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主献上我的感谢，献上我的喜乐。主，使我们能够定睛我的眼目，定睛我们的眼目与你，单单的专注于你，好让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就来亲自带动工，来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去预备好我们自己，为了要领受从神来的祝福和恩典。好，让我们是预备好自己，为了要来朝见你，为了要来敬拜你，将一切都成为那样一个祭可以献给你。是的，主，求神你继续的施恩赐福恩待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安静我们的灵。好，让我们里面真实有一个平安，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力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是的，主，求神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是神，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安，因为你爱我们，让我们能够来敬拜。是的。
受你。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你里相思，你用我到几时？要学了主我听，来好主做这样，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甲你，的一生跟对你，用我美美生命来做你的祈求，主接受我奉献。来感谢，主耶稣里面的听唱，你听我下的话，我所有受的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你的相思，你用我到几时？要学了主无情，来好主做采样，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甲你。对你用我比你生命来做你的祈求，主接受我奉献。这是阮搁一届为着家己来祈祷。无论讲阮即摆年岁岁数偌悬，阮有一个心志伫上帝的面前，是讲上帝啊，请你来差遣我，来使用我。伫我的工作，伫我的学校，伫我即摆所徛伫的位置伫当中，互阮的伫迄个当中会当来学乐荣耀主上帝，互主上帝来使用阮，互更较侪人会当听到你的福音，会当听到得到即款的恩典。只是互咱来为着家己来祈祷，求主搁一届来使用阮，无看阮家己到底会晓做啥物，而单单的求主来请主来带领阮，阮做伙来开声来为家己来祈祷。跟随你，因为你是我的主，因为你是我们是的主，我们愿意再一次将我们自己的生命献在神的面前，说是的主，求你来差遣我，正在使用我，好让人能够因为我们而看见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奇妙的作为，而让人可以看见我们就看见神的荣耀在我们的生命里。是的主，求神你。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那一个馨香的活祭，能够成为那一个光和盐来照亮、来祝福这世上的人。是的，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立志的来传福音。是的，主。心来感谢，主耶稣里面的听他，你听我下面我所有受的你，我心来感谢。手里面听他，你听我下面我所有受的你，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
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你里受死，你用我到几时？要学了主我听，来护主做切约。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甲你，要一心跟对你，用我秘密生命来做你的祈祷，主接受我奉献。有上帝请听我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恁里受死，你用我到几时？要学了主无听，来护主做切约。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甲你，要一心跟对你，用我秘密生命来做你的祈祷，主接受我奉献。天父上帝，你伫你的圣所，你的名圣搁可畏。你对天顶监察人的心肠肺腑，要赐恩，予遐手清气、心洁净的百姓。你照着你家己的时阵，成就一切关乎你的名荣耀的代志。搁互你的百姓，因为超找你，就得到恩赐；因为顺探你，就得到保护；因为甲主你同行，就满有荣光。你是主，你的信息存到永远，你的慈爱直到万世代。为你名的缘故，求圣灵继续施恩。帮咱恩赐阮，互阮伫这个世代，互阮的心，互阮的灵，互阮的眼目，注神伫上帝你家己的身上，叫阮的年日伫主你的恩赐、教示、甲照顾的内面，祝福阮行向你光明、公义、正直、圣洁、活命。荣耀的天家，互阮的日子诚侪上帝你的业力，诚侪正人的祝福，诚侪上帝你欢喜业力的祭。愿感谢主，听阮的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同齐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共同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后上天。他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徒的三通，罪得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时咱要来看咱的课英文第26篇，等下我来课，请兄弟姊妹来引。恁着爱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拢爱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伊的名。
日日传扬伊的救恩，伫列邦中述说伊的荣耀，伫万民中述说伊的奇事。外外邦的城拢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有尊荣甲威严伫伊面前，有能力甲华美伫伊的圣所。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乎伊，摕姜米来进入伊的院宇，要以圣洁的砖塔敬拜耶和华。全地爱伫伊的面前摇摇喘，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甲其中的所充满的澎湃。阿阿门。门。后面进的蛮请廖牧师。咱请三甲做伙掀开周报第4面，咱同齐来上读。启示录14章12节的部分，第3章14节到22节，咱三甲做伙同齐来读，请。你爱写批予老底嘉教会的使者讲，迄位阿门的，为诚实真实见证的，伫上帝创造万物之上做元首的，讲：我知影你的行为，你也无冷也无烧，我分不得你也是冷也是烧。你既然那温水，也无冷也无烧，所以我要来伫我的口中，甲你吐出去。你讲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项拢无欠，却毋知你是迄个困苦、可怜、丧乡、青眉、赤身的。我劝你我买火炼的金仔，互你富足；佮买白衫穿起来，互你赤身的见笑无露出来。又佮买目药刺你的目睭，互你会当看见。既然我所疼痛的，我着责备管教伊。所以你爱发热心，也爱悔改。看啦，我徛伫门外拍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伊遐里去。我甲伊甲我一定坐席。得胜的，我要使伊伫我的宝座上甲我同坐，就亲像我得了胜，伫我爸的宝座上甲伊同坐共款。圣灵用正教会所讲的话，既若有耳的，就应当听。佮再一届，咱来祈祷。赐平安的上帝，也是创造万物的主上帝，设立教会的主耶稣，以及感动引带圣灵，感动引带正教会的圣灵。愿恳求伫这个时阵，想所愿平静安稳的心，互这段时间分别为圣。伫主你的引带内底，你特别教示传讲的人，洁净伊的心心灵，通互传讲的人甲聆听的同齐受主的引带甲祝福。主，愿恳求你，照你信息的慈爱，束缚伫你的教会，就是互你的正义女有上帝的话通听。有主你的引带，你的救恩显明引带阮，直到阮见你的日子，完全无通指证。愿同心恳求圣灵的引带赐福，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今仔日所要看的这间教会是老底嘉教会。老底嘉教会是一个非常富足的城市，伊真贤做生意，所以伊开银行。伊嘛有医学特别是伊的目睭药啊，
是当地伫迄个所在，因有一温泉。那温泉内底呢，有一寡其他或者矿物质，所以甲伊提炼出来。了伫迄个时代，有法度提炼即个药啊，了也行销伫罗马帝国真济所在，并且伊迄个所在呢，佫有真水的乌的山羊。伊即个乌的山羊吼，咱若捌看过吼，台湾的土狗啊。你有看过迄吼，伊的乌毛是乌甲会翻金迄款的，毋是阮落落的迄款的。所以呢，老底家教会呢，伊有真水，伊即款乌山羊的毛，来做纺织也非常的出名。那因的教会非常的富足，好野甲有看的。所以，但是伫即款内底的富足，因就渐渐将着教会当作俱乐部，这是主耶稣基督教会元首心中较艰苦的一项代志。老底家教会附近有2个水泉，这2个水泉真有意思。一个是伫西北边的希腊波利的温泉，迄个温泉的水差不多伫40度、45度左右。伊的温度真悬，也佫有真侪矿物质，并且有医疗的效果。所以呢，伫当中呢有真侪只受伤的，或者是身体酸骨轮疼骨折的，因会去浸温泉。了后，迄个因为有矿物质，了佫加上迄个温泉水悬，所以呢，甲伊的血路会互伊较通透。所以呢，伫当中有真侪人伫迄个所在得到医治。但是，毋是全部人去浸温泉都拢会得到医治，无一定。所以，但是大部分的人会有得到医治。另外有一个水泉是对淡人平的，这个哥罗西的冷泉。这个哥罗西水泉呢，就是水温真低，但是呢，伊怎样凉冷，所以呢，伫热天的时阵，你若摸到迄个水，你会感觉真清爽。所以伊就是对关山落来，安尼看起来的时阵啊，就是真像对家己有水泉来，了对着高雄有水泉来到离咱台南。对这边北平面的是呢，就是家己；对南平面的呢，就是高雄。了。迄2个水泉，伊爱安尼做为引水起来。了，迄个水吼，伊就安尼对一个对北边，一个对南边来。但是迄个水因是伫即个头前的东边这个所在，所以2个水啊，伊会甲伊引入来。了后入来到伫老底家教会。总是呢，即当中哦，即2个水入来的时阵，当对着水对着即个希腊波利迄个所在温泉水来到老底家，烧水变啥？温水啊，已经温度退足济，但是冷水吼，伫迄个所在吼，日头拍拍来，甲遮安怎变做温水。所以伫哥罗西迄个所在水是清的，但是一路安尼流过来的时阵啊，水会变热的。2个水夹做伙，对大水管安尼抽入来，送入来，伫老底家教会。了后伫当中呢，伊就无解真好势。你也看到这哦，这就是希腊波利，这个哥罗西老底家教会遮。这个所在呢有水供入来，这个所在有水路入来，2个来到这中遮的时阵，才个为遮刷入来。所以来到遮的时阵哦，迄个水哦就半烧冷啦半烧冷。这是希腊波利的这个温泉矿物质形成的特殊的情景。伊这是矿物质，你说这水吼，你看起来吼，那是亲像蓝色的，其实伊的水嘛是白色的啦，就是透明的，但是这样显天色啦。天是蓝色的，所以显天色的时阵，你也看起来伊就是安尼蓝色的。搁再来，你若伫个所在看的时阵，这是阮伫个所在看，你家看，伊规片拢这样，伊这矿物质非常的高，非常的重。这水拢伫咧顶悬。水若是你对下骹面看是清的，但是显天色的时阵，伊就会变做蓝色的。你也看讲伊这规片拢总是。你看这人就是伫这个所在。你若去看着迄个咱七股的盐山的时阵你就看会到。但是伊比七股的盐山还佫较大丛，还佫较大。真正是规粒山拢总是即款物件。你对这看的时阵，伊有一个这个楼梯，这是遮有无温泉，若无就是甲摊拄第一张图看的时阵的共款。即这矿物石推啦，一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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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哩安尼。这是迄阵的水泉，较早抑佫有水泉。但是伫这个所在入来到遮的时阵，迄个水泉咧浸
温温啊，但是已经无到40度啊。水吼非常的水，非常的清。这是过去的时阵哦，伊伫迄个所老底家教会老底家城市，迄时阵所建立，伊的路非常的大条。这当中哦，讲是会当有4台的马车相相信，你就知影迄路起偌大。佮再来吼，这我吼无，这是对图面上网络摕出来，因为伊无用比例啦，但是这个人的是，你人若是徛伫遮，差不多到遮尔。对位遮到遮，人差不多徛安尼尔，非常的宽大。这是伊的位置。那么咱看这个老底家教会，伊会经过一段路的时间，迄个温泉水也无烧，也无冷泉无冷，温泉无烧，所以完全无医疗的效果，甲提神的效果，是变做伊爱安怎？一定爱去过滤过，因为有杂质。对温泉内有矿物质，水泉内过着涂骹会刷涂而来，因为是落高霾啊，所以伊安尼透来的时，到遐的时。伊就变做落袂清，所以就伫当中呢，一定爱去过滤过才会通食。但是呢，伫这当中这2窟水来到遮的时阵，因为迄冷泉和温泉2个相夹，夹到遮的时阵哦，伊内底佫有矿物质，所以其中有真侪碳酸钙入去到胃内底安怎，马上会冰白，马上会冰出来。所以主耶稣讲啥？你若是温泉。有烧度，我就会当浸；你若是冷泉，有冷度，我就会当得到提神，并且伫哥罗西迄个所在的冷泉，水是清的。伊虽然是冷，但是伊是清的。但是过几路过来到遮的时候变热去。但是伫希腊波利迄个所在的水，伊是热的，但是伊是烧的，所以有医疗的效果。但是走来到你遮。就敢若剩着水是热的，但是也无烧也无冷，所以安怎含啉都袂当啉，所以啉落甲腹肚内底安怎？毋是咱家己吐出来，毋是咱要家己吐出来，咱就是要家己吞落去吼，就安怎？伊就会冰白冰出来，就是完全无路用。所以无烧无冷，毋是咧讲伊的温度。主耶稣讲我。望你若无，你就是烧的，还佫会当甲人治疗；无你是冷的，还佫是清的，互人会当啉。但是你儒家呢，安那毋正炒菜，对啊。所以啉落去，我想要甲你啉落去，我嘛望甲你啉落去，互安尼会当安怎挤喙焦，但是安怎啉落去就安怎，就一定自然就会冰白吐出来。亲爱兄弟姊妹。无论是烧甲冷啊，毋是讲烧就袂当，毋是讲冷就袂当。耶稣基督讲：我望你，若无你就是烧的，无就是冷的。烧甲冷拢安怎对人有路用，但是无烧无冷安怎，敢若会互人冰棒呢？所以伊这毋是咧讲迄个水半烧冷，半烧冷的水足好啉啊，拉伦那烧的水那无好啉，拉伦那烧的水足好啉哦。主耶稣咧讲的是讲，无你就亲像希腊波利，迄个水会当治人的病；无你就亲像哥罗西的清水，互人会当啉的，会当提人的神的。所以基督徒的活命内底，一定是爱有路用的，一定是爱真做人的祝福的。若较无伊所拥有的。主耶稣家讲，你也无烧也无冷，所以安怎？所以我会对喙内底甲你吐出去。这句话内底讲，你讲我甲你对喙内底吐出去，是讲因为无路用，所以入到我腹内底敢有路用？无，伊敢若会伤害我。所以基督徒的活命，咱信主的活命，一个军队主的活命内底，伊若真实军队主，一定是烧水，无就是冷水。伊一定会真做祝福的。来，甲咱身边的兄弟姊妹讲，咱一定爱真做烧水，也是冷水来讲，就是会当祝福人的。甲伊讲，亲爱的兄弟姊妹，迄是偌尔啊大的恩典。
烧水会当甲人治疗，冷水会当互人解喙焦。但是即款安尼烧毋正烧也毋正冷，啊内底佫落落的水，安那主耶稣讲咱毋好做安尼，咱嘛得爱有热情，咱嘛得爱伫对上帝有真实的冷情。老底嘉教会，伊真意爱世界的万物，伊追求的物件，甲世间人的目标同款。因用天然的资源做夸口，因有真大的草羊啊，这个平羊，也有这个真水的乌山羊，也佫有这个温泉的鹿古梅啊，对无？咱台南嘛有呢，对无？关仔岭无原来有，哦对无？所以咱嘛有即款温泉啊。但是因用即款天然的物件咧做夸口，因用到温泉迄个鹿古梅炼做啥目睭药啊咧卖。卖甲非常的好，因用经营的手腕来成做因的夸口，因垄断，因做高门的生意，因有病院、有银行、有医疗，所以呢，因感觉因家己足厉害，因掠生活的成就做夸口，因的城市有建设，因的医学知识拢总非常的悬，因用财富累积成做因的夸口。愈来愈有钱，因为靠做生意了后，伫当中呢，伊非常的富足，富足到安怎？因毋免中央政府甲因补助。之后第60年的时阵，有一个大地震，迄个大地震哦，互全部的城市哦，无论就是摊拄仔咱看迄张图，迄附近的遐几个城市哦，完全拢总倒了了。大家拢去甲罗马政府甲中央申请钱，了后中央政府就问讲安尼。老底嘉，你爱偌济钱？老底嘉的城市甲因讲，毋免，阮无咧欠钱，你毋免中央来。哦，偌唱秋咧呢？哦，就甲伊讲哦，阮啥物拢做毋免。教会嘛受着即款的影响，所以因我咧非常的好业，累积到一个地步，用钱财做因的夸口。佮再来，因掠所拥有的一切做夸口。但是咱爱知影。上帝若甲咱即口气收转去，咱啥物拢总毋是。因伫迄个所在算，咱也会记得主耶稣要讲一个比喻，讲有一个人伊不加真够正做，正做刚好伊做生意嘛做了真好，所以呢伊就愈来愈好业，好业到一个地步的时阵，伊看到今年今年个丰收呢，所以就讲安尼我要安怎做，伊伫遐想。圣经讲伊用死的想，伊就伫遐想，就想讲，伊就讲，我就要安怎，甲这仓库甲伊拆较宽咧，了后我就对我的灵魂讲，我搁甲伊想，我甲这拆较快，甲全部物件拢甲伊接入去，了后我就会当，我会当对我的灵魂讲，哦，你安尼介好行，介好命，对咱以后喏，丰丰富富过你的一生嘛哦，伊想了4项，讲了4项，就上帝干那甲伊讲1项。Hello， 廖立生，永暗吼，特别甲你的姓名收转去啊！请问你准备的遐拢要互啥物人安尼？所以主耶稣抑阁甲咱提醒这个代志，这物件毋是毋好。我阁再一讲，有这个大的草原甲这个山羊，阁有这个。温泉的、鹿古梅的拢总好，做生意有医学、有知识，城市有建设好业甲毋免人斗相共。我讲，这拢足好，这拢足好，这拢足好，非常非常的好。问题是出伫倒？问题是圣经内底甲咱提醒讲，迄个阿门呢，伊是一个真实的，迄个诚实真实做见证。伫上帝创造万物之上做元首的耶稣基督讲啥？讲。这物件安怎？这万物拢是啥？上帝所创造的。咱人无法度借着奉献礼物予上帝，上帝嘛毋免咱家奉献礼物予伊。旧约的圣经内底讲哦，我若要我毋免甲你讲，廖牧师，你甲我用一个牛排，你奉献一个鸡腿来咧。伊讲毋免，因为这拢是我下，是我创造的。咱真正会当应跟上帝是啥？照着上帝的心意使用万物，毋是奉献物件予上帝。
是照伊的心意使用上帝所创造的万物，安尼才是尊敬上帝。亲爱兄弟姊妹，我顶礼拜的时阵，我顶礼拜去到讲道啊，我所袂记到遮。我顶礼拜毋是去冈山啦，查潮州啦，潮州啦，对啦。了后我今日看周报的时阵，其实我不止啊真感动啊，我不止啊真感动，就是我当拄安尼量基约解安尼看一个时阵，咱教会为冈山圣教会的奉献大概9万外啦冈山圣教会传道者迄个德用传道嘛，安尼甲我讲，并且因伫脸书内底，恁也是有看到伊讲那阮去过的教会内底就是讲冈山圣教会讲阮去过的教会内底，拄好安乐圣教会上热情、上用心甲人款待。亲爱兄弟姊妹，我真感动。因为你的疼，你的关心，亲像这个所在讲，照上帝心意来使用万物甲钱财，这是上帝所欢喜的。所以，迄就是咧尊敬上帝。安乐圣教会，就会伫台湾的教会内底有好的名声。昨的时阵，咱的志工团队伫咱的这个关怀据点迄个所在，李长伯啊，请大家做伙食饭。我真感谢主，因为咱有一群疼惜社区的这兄弟姊妹，虽然大部分是乡亲啦，但是我真感动，乡亲伫这年会内底。会当三甲用心奉献家己黄金的岁月，互上帝所录用，这就是咧尊敬上帝。所以奉献有真侪无同款的方式。圣经内底讲，咱甲物件，敢若讲我是一个牧师，敢若讲我是一个基督徒，安尼是好，但是有一个。更加更较好的是啥？照上帝所讲的来录用咱的生命，录用上帝托付予咱的财物，安尼就是咧尊敬上帝，安尼才算是咧尊敬上帝。但是老底家教会应该世俗的成就看作祝福，祝福是好，但是当祝福变做是一款夸口的时阵。咱真足注意看，旧约所有的君王、所有的朝代，拢是伫伊富足的时阵跋倒去的。大卫的王朝，当伊累积真侪财富到一个地步，互伊的囝所罗门。所罗门伫个所在领受遮尔啊侪祝福，那用咱台湾话来讲，讲这家到金汤匙啊出世的啦。但是所罗门嘛是对迄个时阵，会当讲所有的朝代，伫伊上界富足，总是到伫伊晚年的时阵，到伫年老的时阵，伊为了挺身疼惜伊所意爱的遐贵妃300个加700个，了，互因遐国家的偶像全部拢入来到伫以色列内底。安尼有几个生命，所以伫迄款情景内底，伫富足的时刻，因为伊的成就夸口，渐渐都会袂记即上帝。这毋是所罗门的问题，这是我的问题，嘛是所罗门的问题，嘛是我的问题，兼且嘛是咱所有的人。咱的问题，咱来真斟酌这个代志。伫富足的时阵，咱是更加轻调上帝；也是伫富足的时刻，咱就甲上帝讲再见，拜拜，后界再过来。这是值得咱思考的代志。圣经伫这个所在讲，
恁一切喙焦的就近水来，无银两的嘛会通来，恁拢来买来食，毋免银两，毋免价值，嘛着来买酒干呢。当老底嘉教会有这问题的时阵，耶稣基督是安怎甲因讲的呢？耶稣基督是安怎甲因讲的呢？迄个时阵，伊伫迄个所在甲伊讲，恁是安怎开遐尔啊侪钱，买迄袂当做食物的，用落落地来买迄无法度互人把足的呢？了后，伊甲伊讲，你爱斟酌听我的话，就会当食迄个互人真正得到饱，会当得到欢喜快乐的遐物件。那安尼，这个是啥物物件？圣经开了一个属天的药方。咱若去看病的时阵，医生无拢会甲你开药单着。总是啊，咱爱斟酌。我这一工咧准备这讲道的时阵啊，上帝互我讲，互我想到这个属天的药单啊，我就真感动啊！我一直咧听到这话的时阵吼。上帝阁我听到另外一句话啊，想到另外一句话的，你捌听过咱古早人讲过一句啊？请鬼拆药单，捌听过无？请鬼拆药单有无？哦，你有药，毋是有药单就好呢。请鬼拆药单就是安那稳死的啦，嘿。所以毋是有药单就好，咱的药单需要对上帝遐所来。所以主耶稣基督甲因开药单，讲啥？你我买火炼过的金啊，你才有法度真正富足。佮买白衫穿起来，安尼就会遮盖你下身的见效。迄个下身烫白体，会无清气、歹势，才有法度盖起来。佮爱买目睭药啊来抹你的目睭，安尼才有法度真正看到。咱看到的，老底嘉教会所看到的，咱人所看到的，真容易用到金啊！即马金啊，贵甲惊倒人啊！迄一讲战争起来，佫去了愈济啦我跟你讲，叫这个悔不当初啦想当初，迄阵啊，佫3000几块，我若一月即个薪水拢总也买落即马变好野人诶。我会讲，想当初无路用咧，阮老爸定定甲我讲一句话，想当初向当时啊，毋是好话，你知无？大部分咱拢是安怎后悔啊，毋是会讲要知迄阵啊，我会讲，就是拢后悔啊，才会安尼讲啊。但是咱看会食物件，金啊、水衫。咱的目睭定纯阁遐水，上帝所看的拢毋是这。伊讲真正的富足是啥？火炼过的金啊，金啊内底若有10粒999的，甲9999的，你一定较爱9999的嘛。所以迄个金啊，若愈金愈水愈顺，伊就愈有价值。咱的活命信上帝，是干那要对上帝得到钱财，得到会当夸口，得到遐平洋的草，得到遐乌山羊，得到这个温泉的绿菇糜啊吗？咱的信上帝，是因为咱的活命得到保障，得到看顾，咱就是有一日离开这个世间，咱嘛是倒转去上帝遐。上帝赏赐咱的活命，就是为着要祝福别人。今仔日咱来到礼拜堂做礼拜，咱同齐伫遮学了敬拜上帝。你看到边有人，你后礼拜嘛较爱意爱来。我边看到无人，讲位遐是讲跳我骹呢。若无看到边后礼拜就讲拢总无人。你看这唱歌边拢总无人，你看。亲爱兄弟姊妹，你的出色就是一份鼓励。你对着人的疼，就是一份鼓励。上帝用咱的活命来祝福公山圣教会，上帝用到咱的活命来祝福遐地动受苦的所在。你所尽上的任何一份力，有的时阵你检查伫迄个所在奉献，抑个会毋甘。但是当你奉献，当你关心，你会发现，你
赢过钱财的捆绑，你会当享受财富的自由。财富的自由，毋是你有偌济钱通开，财富的自由是你要奉献，你就甘奉献，迄才是真正的自由。我有500万，但是我奉献500块，我就足艰苦。你有5000块，但是你奉献4500，你就足欢喜。安尼倒一个较自由？你听我的意思吗？真正的财富自由是啥？你会堪得用，你会当用，你自由用。所以，亲爱兄弟，咱伫这当中，迄个活命受过锻炼，就愈来愈宝贝，伊就愈来愈有价值，会当真侪愈侪人的祝福。金仔敢若会当用到一个人的身上，但是你的活命会当用到真侪人的身上。金仔用一届就走去别人遐，但是你的生命安怎？一届搁一届，一届搁一届用，你会真做足侪人的祝福。咱检查看到啊，阮有真侪水衫，但是主耶稣基督讲啥？你的水衫内底暗砍袂掉你的罪恶，清木舒服，无较高尚。内底活命若无更新，伊也犹原是一个无法度互上帝所录用的生命。所以主耶稣讲啥？你爱买白衫，白衫是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咱若看启示录的时阵，就会更较明白，白衫是透过基督的保护洗净咱，了基督用着公义的白衫，甲咱披伫咱的身躯。迄个做白衫。当我的罪恶显明出来的时阵，你看到我头体讲白贼、蓝衫做扣陷别人，咱敢有感觉到啊？哦，咱有的时阵哦，咱伫公共场所哦，就安尼啊，较四方咧啊，讲话加足文雅的。啊！伫厝内底的时阵哦，含太太、含咱兜的人讲话的时阵安怎？也无啥想过，咱啪一下就出来有无？迄就是啥？迄就是无热看嘛。啊，像咱伫公共场所的时阵，就较会安怎？撩暗看一下，撩装塔一下。但是主耶稣爱咱看的，爱咱真正是，咱伫外口袂大细声，咱转去厝嘛袂大细声。但是，迄个物件只有啥？耶稣基督救赎的活命，才会当互咱安尼。你家己想，咱若是伫外口大细声，转去咱伫外口袂大细声，转去时阵含咱兜的人大细声。你含咱伫外口袂含人大细声，转去咱嘛袂含厝内底的人大细声来。倒一个生活较实在，倒一个生活会较富足、较有阳光、较袂互人感觉歹势，绝对是外口甲内底拢共款的嘛。这有这白衫，就是只有基督的活命伫咱内底，迄个活命才有真正的尊贵，迄个活命才有真正的阳光。所以真正的阳光的生命，毋是清水水，毋是秀芳水。真正活命的水是有上帝的活命伫咱的内底，加添咱，互咱会晓去祝福人，互咱会晓去疼惜人。不但是疼惜外口人，更加是疼惜咱厝内底的人。内底外口拢总共款，安尼咱的活命就无地高见效，乃是有真正的活命的祝福。圣经伫这个所在又搁甲咱讲，爱买，连续3届买。这个买是啥物意思呢？买毋是用金钱。当圣经咧讲咱和上帝的关系的时阵，对头到落尾拢毋是用金钱，拢是啥？拢是用咱的生命去付出去换出来，毋是用金钱。所以咱用时间读圣经，咱就是咧买圣洁的活命。咱用时间。甚至咱用咱的活命来服侍遐无可爱的人，咱就是咧用咱的活命咧锻炼，互咱真正变做金啊！上帝所看做有价值的。我这个人若累积真侪财富，但是我对人足当酸，
我这个人虽然有真济的才能，但是我唔去帮衬照顾别人，安尼我的才能无路用，安尼我的财富嘛无路用。所以是用活命去付出去关怀，迄就会换到我内命，我生命内面，伊会变做真正的真金，因为伊的杂质一直刷开啊。过去我帮衬人，望会当得到好处，但是即马帮衬人是出自咱的心欢喜去陪伴、去照顾，你会发现你的活命会带出一个含你家己的，都会愈来愈意爱你家己的生命。是迄个真实的生命，所以求上是安怎主耶稣讲，你爱甲我买目睭药啊，来抹你的目睭，安尼你就看会清，啥物是真正的价值，啥物是真正的阳光。咱拢定咧讲，福音是好消息，是福音是好消息，伊毋是一个好的建议。好的建议是讲我会当安尼做，我嘛会当免安尼做，迄个做好建议。但是福音是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呢？好消息是讲有药方会当医治人的病，虽然这个药方苦甲用要爱生命，但是就是苦地地、苦地地、苦甲呢用要苦甲用要死去。但是安怎，确实有法度一时苦来养起咱一世人的宝，咱的身体勇健起来，咱得到医治。爱甲主耶稣来买这个药啊，爱听这个药方。福音上帝话是好消息，伊毋是一个好建议尔。建议咱会当听，会当无做，但是消息是咱爱听了后，咱爱产生反应。所以一个是敢若听，无一定爱反应；但是另外一个是听，但是会做出反应。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咱有药方，但是咱有照这个药方拆药啊来食无？圣经就是咱活命的药方，但咱有照安尼去行无？这就是两种。如果咱若是敢若摕着药方，无去行，安尼这好建议。但是咱若摕着药方，有拆来食，就是有去做。安尼，咱就会互咱的生命愈来愈亲像真金，咱的身躯就会穿着白衫，咱的目睭就会看会清楚。用伫即啊，咱就会当看到上帝国的阳光，甲伊的祝福，并伊的赏赐伫其中。主耶稣基督最后伊讲：看啦，我徛伫门外拍门，若是有听到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入到伊遐去。我要甲伊同齐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伊伫宝座上甲我同齐，就亲像我得胜了，我甲天父上帝三甲做伙坐共款。圣灵正教会所讲的，有耳通听的，就通听，就爱赶紧。你知影有的时阵吼，咱即马拢总会通听啦，但是你知影？是安怎讲有耳通听就通听呢？有两种原因啊。安尼啊，我即摆咧甲你叫你敢有听的？啊？我甲你讲啥？你敢有听的？听无？你知无？听有无？真正听有？来。我古早的时阵吼，牧师娘吼，伫迄个啥？古早的时阵啊，牧师娘吼，若是伫咱楼顶吼，差不多对迄门口吼，到我这阮灶骹伫遮嘛吼，咱灶骹伫遮，伫门口吼，就是迄个4楼的走廊遐。牧师娘当伫遐话讲，牧师啊，安尼你要话者，我会听到。我即马吼，坐伫伊身边，伊坐，阮食饭的时阵，伊坐伫我的身边，伊讲话吼，若你我较细声一点啊吼，音量你我减一寡的时阵。我就感觉我听到狗咧报暗，你敢知？我，但是安怎？我爱叫家问讲，你讲啥？最后这啥？无耳通听。虽然有耳，但是安怎？
听无，爱搁讲一解。另外一个情形是啥？这个时代内底吼，咱一定爱赶紧听上帝的话，爱认真听上帝的话，一直甲上帝的话放入咱的心内底。这个时代内底吼，已经愈来愈侪人用 ChatGPT 吼咧印刷家己的人生，咧规划家己的人生，这是真可怕的代志。因为 ChatGPT 真侪物件是无准的。我后盖讲一篇道，就是吼，伫真实甲虚无的信用当中的挣扎。咱的画面内底真奇妙，我甲你讲一个代志哦，就是讲哦，你会当看到有一寡物件哦，伊是假的，但是那真的咧；但是有一寡物件，伊是真的，但是那假的。来，你伫遐看来，我问你一个代志，这火真的也假的？真的也假的？你看清楚，你先慢声讲咧，真的也假的？等下你来讲，你家己来看嘿。我甲你讲，我有一届的时阵吼，去迄啥，迄个火车头遐，吼，我看到一个物件水干的，迄真正哦，足水的。我就甲伊讲，哈，假的哦。人伊你袂当讲伊假的，你这人伊即马号一个名，叫永生花，永远拢遐水，你知无？所以你会发现这样代志啊，就是安尼啊。所以。迄个信用内底到底是真还是假？主耶稣基督讲：看啦，我伫门外为你拍门，若是听见我声音就开门。基督，你斟酌看，圣经内底讲啥？你对看圣经，主耶稣基督有每一解描写伊含天父上帝做伙的时阵，伊拢讲啥？耶稣讲：你要看到人子坐伫倒位，权能者的正边。佮讲啥？主耶稣甲因讲这话，受接到天了后，然后坐伫上帝的正边。了，希伯来书讲，伊洗净了人的罪，就坐伫观天至观者的正边。又搁讲啥？伊上天，咱单独大概啥？使徒圣经讲，后上天坐伫无所不能被上帝的正边。耶稣基督基本上是安怎？是爱坐的呢？但是今仔日咱读的圣经是啥？第20节中看啦，我呐。伊讲啥？伊讲我坐伫门外拍门吗？毋是，伊有法度来到你的门口，伊爱徛起来，伊爱搁行路来到你的身边。伊原本是坐咧呢，但是伊徛起来。圣经内底有讲耶稣基督另外一届为人徛起来，你敢会记得是啥？甲你讲嘛，就是安尼，用要无上帝话通听吼。佮想一届，有一个人，伊咧传讲信息，每这个时阵，人摕石头甲伊钉死，了扫罗嘛徛伫身边。了，迄个人尸体犯有无？尸体犯讲到了后，真侪人因为伊遐话插因的心，因就摕石头起来，甲尸体犯钉死。了，尸体犯伫迄个时阵，伊就讲：主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伫你的手。伊讲啥？我看见天开了，人子徛伫上帝正边。亲爱兄弟姊妹。耶稣基督为着尸体犯徛起来，迄是一份的尊严甲疼惜。耶稣基督今仔日为你徛起来，嘛是一份尊严甲疼惜。总是迄个尊严甲疼惜，会无共款的程度是完全无共款。尸体犯是伊做成上帝的工，持守伊一生为上帝的道来顺道。耶稣基督徛起来，迎接伊倒转来。但是今仔日
耶稣基督为咱站起来，是因为我甲老底嘉教会，咱甲老底嘉教会真可能真共款，不得不耶稣基督亲自行来到咱当中，来到这来提醒我，来听惜我。伊甲我讲，了某人今仔日抑阁有机会，都爱保守，都爱照顾。这幅图真有意思，你斟酌看，耶稣基督咧拍门的时阵，这外口拢总无亲像咱有迄啥手把，咱家压咧开开，无门串，拢总无。伊伫迄个所在拍门。当人画这幅图的时阵，伊伫遮外口无任何所在会当开，是安怎？因为这幅图内底，咱爱真斟酌。耶稣基督讲，我伫外口拍门是向，是基督徒啊，非基督徒讲的，基督徒。真奇怪的一项代志，真可怕的一项代志，是啥物人甲耶稣关伫门外口？信耶稣的人有无？有真可怕无？但是咱敢知？唔知。我甲耶稣基督关伫门口了后，我唔知影我甲耶稣关伫门口。你看我目睭敢有青没？所以，伫门外口无迄个手锁，无法度伫迄个所在拍开，只有你会当甲门拍开。所以，主伫迄个所在讲，你若拍开，我就要入去。你的画面就会带来新的祝福，有阳光，有白衫，有目睭药啊，我拢总会互你，因为我是创造万物的主，我是伫上帝所创造顶悬做元首的，这一切拢是我管理的，我会当互你。所以，迄个真正的德性是啥？真正的德性就是照着主的旨意来行来做。主讲若是德性，我就要互伊甲我同齐做伙坐。咱原本是坐伫地角的边啊，但是咱今仔日应该爱徛起来，亲像耶稣基督共款，徛起来，离开地角的边啊，了后行入来上帝国。当耶稣基督伸手甲咱牵的时阵，咱爱徛起来，互伊牵，互咱对伊行，咱就会甲伊同齐坐伫被上帝的宝座边。我要入去到遐，我要甲伊，伊甲我同齐做伙坐息。咱注意斟酌，坐息是对当时的人来讲的时阵，这张图牧师捌讲过，这是最后的暗顿啊，搬过坐的暗顿。伫这当中，这个啊是彼得，那么这是约翰，主所听迄个约翰，这是主耶稣。这个是像犹大，来，我甲你讲，这个爱安排内底，对着圣经内底，咱该斟酌的时阵，彼得伫遮，伊是一个非常冲动的人，伊是在哪？这有这个斥候啦，斥候是啥？就是你看我徛伫遮，但是门口迄个所在遐有啥物动静，我马上会当讲。这门口，你看这幅图，门口是伫遮嘛？门口是伫遮。这个人彼得是安怎？是一个性情真敏感的人。你有斟酌注意彼得每一件若做啥物代志，伊拢安怎？伊拢总第一的。所以他是一种非常敏锐型的人、敏感型的人啊，伊高敏感的人所以伊对当代志有风吹草动，伊拢总知影伊所以伊就马上看到。伊若看到的时候，会当随时通知这个就是约翰主所听的门徒迄个，但是伊甲耶稣上好，这是上界亲密的朋友。但是伊安怎？伊马上会当，因为伊听惜伊，所以伊会当马上，伊甲伊讲，伊会当马上反应。假若是有啥问题，伊会当随时做反应，并且安怎？随时做反应的时阵，这个人会当伫迄个所在，这是保镖，马上拍伫伊后壁，就是随时攻击的时阵，伊会当随反应过来，拍伫伊后壁，甚至牺牲家己的性命。所以是耶稣基督伊的迄个这个好朋友。但是伫这当中，犹大坐伫座位，犹大是坐伫耶稣基督的道边面。这个
这个所在这是主人，这是保镖，安尼坐伫伊身边的是啥？上界大的主人，上界大的迄个啥亲友啦，就是看你上界做当的。耶稣基督甲伊安排伫这个所在，那某一部分来讲，这是耶稣基督的啥恩赦，但是某一部分来讲，那用安尼的排列来讲，就是啥？请犹大食饭，啊，其他的人做啥？做陪宾呢？安尼你敢听我意思？安尼有这坐席。坐席的意思就是讲，今仔日这个犹大若是坐伫遮，就是请犹大食饭，安尼其他的人拢是啥？拢是陪宾的啦。但是遮若是坐廖牧师，安尼今仔日就是啥？就是牧师请就是耶稣主耶稣请廖牧师食饭，安尼就是牧师是主要的人客，厝呢安怎拢总是陪宾的，十一个门徒拢是陪宾的。安尼，主耶稣讲看啦，我伫门外拍门，若是有听见我的声音，就开门的。我要入去甲伊做伙坐席，请问耶稣基督含啥物人坐席？耶稣基督要请的是啥物人？就是你。听我的意思吗？就是你。今仔日你就是主耶稣要邀请上界重要迄个人客，当你拍开门，啥物人拍开门？啥物人就是主耶稣上界重要迄个人客，伊一定为你备办恩赦，上帝国的恩赦，并且甲伊啥同齐做伙坐伫爸上帝的大边。亲爱兄弟姊妹，上帝国的恩赦、平安、阳光、稳定、疼痛、照顾，迄就是咱的恩赦。主甲咱同齐做伙坐席，是一个爱的邀请。咱的回应会决定咱是正做荣耀的座位上的宾客，或者是到落尾咱无回应、无悔改，会变做出去钓斗的犹大。关系伫倒位？咱安怎样回应？真心邀请主。今仔日已经毋是主，今仔日已经毋是咱邀请主啊！今仔日是主咧邀请咱。我已经目睭青迷到一个地步，我看袂到上帝真实的阳光、财富、经营、智慧、能力、上赞恶乐，我看袂到遮呀。所以耶稣亲自来邀请，讲：你甘愿意为我拍开门，互我将真正的金仔互你，互我将迄个上界纯洁的白衫赐互你，互我将迄个灵性的目睭药啊，互你，互你会当真正看到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阳光、活命甲祝福。亲爱兄弟姊妹。咱的回应会成做咱的决定。圣灵按照正教会所讲的，今仔日咱抑阁会当听，咱就赶紧听；有一日咱就无机会听。当咱无机会通听的时刻，咱就会离开上帝愈来愈远。当咱感觉这一切拢真袂歹时，无定着是咱更较爱定心倒转来回想、反省的时刻。我的人生，我的活命，是要为光明去，还是要为所设世间人所追求暂时得的光明，永远的黑暗去？求主帮助咱。点到咱对伊听的热情，三头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伫即时恳求你的疼痛。主，阮感谢你，亲自来到这个所在找阮，邀请阮。你虽然有能力。冲破阮的门，攻破阮的门，
但你用10分的尊重，听候阮开门，因为你讲，听是出自伊真心的回应。你听阮，你就听候阮，主来帮助阮。圣灵啊，恳求来引带阮，加添阮的心。互阮对着追求世界的眼目挖头过来，主神伫听阮的主耶稣，互阮真实明白你的疼痛，互阮真实欢喜拍开你的门，拍开迄个互我甲你隔开的门，我愿意拍开我的门，讲主啊，请你入来。主你讲，当你入来的时阵，我迄个所在，就会成做上帝欢喜徛起的宝座。我伫你的国度3甲5分。感谢主，将这份的荣耀赏赐予每一位，既然愿意拍开门，互主你入来到伊内面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主你赏赐火炼过的金仔，赏赐借着宝血所洗清的白衫，伫基督内底有真实活命的眼光，看清楚一切美好的价值。主，搁再一届，阮诚心邀请你讲，请入来我心中的宝座，求主你坐伫顶悬，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毋知今日有新来兄弟姊妹无？咱感谢主哦！搁再一届，也感谢咱教会兄弟姊妹伫礼拜5的时阵即妹的爸爸过往的时阵，咱兄弟姊妹会当3甲做伙来跟关心。今日你来真欢喜哦！姐姐吼，个妈妈吼，个陈瑞个姊妹因吼，来到咱当中，搁再一届表达对各位的谢意，谢谢。好，请坐。是无新来兄弟姊妹，咱就即时用感恩的心，同齐来奉献。就亲像主耶稣基督所讲，是照着伊的心意来使用伊所赏赐予咱的，这就是咱对上帝真实的尊荣。咱3个起立，同齐吟唱诗歌，同齐来奉献。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他，你听我写遍我所有属的你，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一生甲嘴唇，我亦在诉诉你引我到一世，要学了主无听，来互主做采用。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恳求，我立志献家己，也一生跟对你。用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器具，就接受我奉献。我心内感谢，主耶稣怜悯的听他，你听我写遍我
我所有属的你。哦，上帝，我奉献一切我所有，我生命甲灵魂，我的心甲嘴唇，我在灵里相思，你用我到一世，要学了就无停。主上帝，请听我小小的困求，我立志献家己，要一生跟对你，用我卑微生命来做你的妻用，就接受我奉献。愿全能的主上帝，就是迄一位创造万物的主，亲自赏赐予你属灵的目睭药啊，抹咱的目睭，互咱看见真实有价值的物甲活命的所在，佮愿意亲自借着伊的宝血洁净你的活命，互你披上公义白色的外袍。纯洁完全无通指责，故主亲自将着血所炼过的金仔赏赐予你，互你的活命就亲像受锻炼过的金仔同款，纯全价值无通指责。愿一切上赞恶乐荣光归于主，愿你的活命得蒙锻炼保守。诚侪有价值，互上帝所录用荣耀的器具，直到将来迄一日，伫主的内面，诚侪上帝的业力、正圣道的模范，并基督的疼痛甲欢喜，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阿门。阿门，阿门。请坐，咱今日第一堂礼拜就到这，过一段落，上帝祝福大家平安。